因为大家平安，嘿，咱过几分钟会开始礼拜，咱先来做伙来做一个准备新的祈祷。圣父生命的上帝，愿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敬拜你。愿圣神充满阮的心，互阮的心伫你听的内面得到平静安稳。主啊，阮将软弱的心交托伫你，将生活中困难的事交托伫你，将阮心所挂虑的事也交托伫互你。阮较无你的话，愿你来对阮讲话。安慰、鼓励、教导阮。主上帝，阮也要为着处理也未信主的人来祈祷。当阮每一摆敬拜你的时，愿你的听甲话语也临到因，互因的生命也经历你的平安，充满快乐的同在。听阮的主上帝，阮也为着今早起要互三个同工献上祈祷。愿你扶持，成做因的快乐。伫服侍中也同款经历主你话语的养赐，哪服侍哪甘甜，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耶和华我的气力啦，我听你。耶和华是我的山岩，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上帝，我的石盘。我靠伊，伊是我的盾牌，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台。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大家做伙来礼拜。直接咱用信息来继续咱的礼拜。信息173首，上帝直接临在，请起立。请坐，大家来祈祷。慈悲满满、听阮满满、爱护阮满满的耶和华上帝，主阮感谢阿罗你。伫过去这5个月的疫情爆发的期间，阮无法度来到圣殿敬拜阿罗你，总是阮由愿通过线顶的礼拜，甲你来连接。虽然有一寡人无啥习惯，总是阮由愿会当体会主你听阮的心，时常想思迄个平安伫阮的心内。当阮恢复实体的礼拜，我们感谢你。阮阁要大大感谢阮有认真负责的政府官员，尽心尽力，将即摆疫情控制甲非常的好，互阮诚做世界各国兴盛的模范国家，也互阮台湾即个国家渐渐
行出阮家己的路，一个独立自主、民主自由、欢喜甲世界各国交朋友的国家。阮也随时领受主你对阮即个美丽的都市佛摩萨的祝福。主，阮要伫遮为着心神软弱、辛苦病痛的兄弟姊妹，阮为因来祈祷，恳求主耶稣成做因的帮赞，医治因，祝福因。主啊，阮也要求你赦免阮，因为阮常常软弱，无遵趁你的教示来行，常常互信心来担忧。我们为安尼来认罪悔改，伫你的面前。当阮来到你的圣殿，恳求你撤销阮过去无好的一切，伫你的内面，互阮成做新造的人一样。阮伫遮同齐来相连礼拜敬拜中间，我们领受你的大大的祝福。主，阮相连教会后礼拜24以及后礼拜31日，我们要举行长老甲执事的改选。恳求主耶稣亲自备办足野的长老甲执事人数，也恳求你亲自呼召合你心意的同工，继续为着相连教会来筹谋，为着上帝国来做伙打拼。主，阮的欠缺求你亲自补足，阮的不足求你亲自加添。阮知阮安尼祈祷犹原也是无够额。即时，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齐声，阮安尼来祈祷。阮以你的名，你的名是，你的国明白，你的旨意行，是对的，是天理。阮的日子，来同阮，赦免阮的错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紧守你的事，用你阮对你的歹的，因为国、权柄、救恩，拢是你所有。接咱来启用，我来启，会将咱大家来印。咱掀开咱信息后面第5页，启用第4篇，也就是诗篇16篇。我来启，会将大家来印。启用第4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的成百姓，用别的神替换耶和华的，伊献电费的祭，我无要献。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分业。所让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要学罗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伫阴间，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咱煞接，咱要邀请咱相连教会儿童合唱团，伊要来
赞美，伊要所献的是 Gloria。感谢儿童合唱团水的歌声。咱线接，咱来做伙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个圣经申命记第6章第1节甲第9节。圣经申命记第6章第1节甲第9节。上主，恁的上帝命令我，将以下的律法诫命教导恁，通互恁伫个要占领迄片的土地上来遵行。恁甲恁的子孙要一世人敬畏上主，恁的上帝，互将伊借着我传达互恁的一切律法诫命，安尼恁就会当享受长岁寿。以色列人啊，恁爱专心听，并且爱遵行，安尼恁就会当照上主咱的祖先的上帝所应允的，事事行通，成做强盛的国家，伫遐的老年甲美的水的丰盛的土地来徛起。以色列人啊，恁爱专心听，上主是咱的上帝，只有伊是上主。恁爱专心、专情、专力爱上主，恁的上帝。今仔日我向恁颁布的这个诫命，恁爱放伫心肝内，温困教导恁的囝儿，无论伫厝或者是出外，休困或者是做工，拢爱不断复习这个诫命。恁爱将这个诫命挂在手，绑在额头顶。写伫个厝里的门槛甲大门顶面。圣经以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学习甲祝福的源头。咱线接要邀请咱本堂的牧师廖慧茹牧师来分享上帝的信息。伊的信息的题目是“主上帝在我心”，请咱做伙用恭敬的心来领受。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总会所定着教会教育事工的奉献主日，伫咱家己的教会内面有真丰盛的装备课程，所以邀请咱大家就是伫装备课程内面，咱会当做伙来学习，互咱的生命会当继续伫成長。相时啊，关心儿童主日学的囡仔，为着这囡仔来祈祷，也关心因、鼓励因，互因的生命也伫上帝的引带内面继续向前。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的话来建造阮的生命，成做阮的帮站。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伫申命记是搁一届咧说明上帝伫西奈山所颁布上帝的诫命的内容吼。伫这时阵，以色列百姓都准备咧进入迦南地的阶段，所以摩西提醒百姓着爱记得上帝安怎带领因行过旷野的。经过旷野，所以伊的百姓就爱记伫伫心内，而且听伊、顺服伊，才会通得到享福。谁怎记牢上帝拯救、遵守上帝诫命，遮尔重要呢？因为这会当帮助咱甲上帝有好连结，建立有好的关系。那你谁怎甲上帝连结有好的关系，遮尔重要？因为咱生活中的逐项的事件吼，也是虾米款的物件人吼，拢会影响咱吸引咱的目睭，直到互咱人离开上帝，失去了上帝所要赐予咱的祝福。对出来日记，咱会当看见真侪即款的例吼。比如讲，当以色列百姓伊看见埃及的军队军我的时，因的心安那惊吓，然后就埋怨讲：是安怎把阮带到旷野才送死吗？后来以色列百姓经过红海，伫旷野找无到水通好啉，就埋怨讲：阮通啉啥物？伫旷野内面找无食的物件，就埋怨讲：伫旷野。伫埃及时阵，阮至少有肉满鼎吼，有饼通啊食甲饱。但是伫遮带阮到旷野即个所在，要互阮伫遮枵死吗？伫遮会看起来是真困难的环境内面，上帝敢无甲以色列百姓同在吗？当然有啊吼！上帝施落拯救，将红海分开，保护了以色列百姓。上帝施落大拯救，将玛纳的苦水变做会当啉的水。上帝阁施落伊的权柄，赐落玛纳甲烟鹑会当互以色列百姓的巴肚会当食个饱。常常记得上帝拯救，帮助咱敬畏上帝，也互咱会当会记得定定仰望上帝。今日所读第2章。才有写着讲，爱一世人敬畏上帝，接受伊的诫命。谁怎圣经无写讲敬畏上帝，会接受伊的诫命就好？谁怎就爱写出讲一世人吼，终身顺服？谁怎就爱写讲一世人顺敬畏上帝？因为咱的生命是活的吼，无亲像机器人。可以伫起初的设定好啊，机器人就会照着安尼来执行。咱的生命是活的，当咱的生命向前来行的时阵，面对着上时伫变动的环境、变动的事件，啊，搁伫咱四维的挑战，咱的目睭真容易受到这外在环境的人事物来受到影响。所以有当时啊无注意，就失去了甲上帝的连结。所以咱爱时刻甲上帝相同行，时刻照着上帝的诫命来行，时刻来敬畏伊，就特别重要。
通互咱一世人拢甲上帝相同行的时阵，伫伊的带领内面，会当搬过困难，经验到上帝的丰盛。伫有一摆儿童主日学线上的礼拜的活动内面，牧师邀请这囡仔吼，邀请囡仔做伙来想，伊甲上帝的关系，亲像倒一张相片。礼拜了后，老师有传来一张囡仔的相片，伊讲伊甲上帝的关系亲像安尼，咱体会者，感觉伊甲上帝的关系是安怎？真好吼，真坚定，真坚固。你看是一个铁链安尼连起来。当牧师收到的时阵，真感动吼。除了这个囡仔表达伊的答案以外，伊所选的图片，毋是牧师原本所备办的。这就是表示讲，任何一个人伫达时刻，伊所明白的上帝，只是一部分尔。所以，上帝的丰富甲广阔，是值得咱一世人来追求伊，来渴慕伊，来明白伊。所以，咱会当甲别人做伙分享讲，一世人军队主是欢喜的事，一世人军队主是欢喜的事。你看，咱的囡仔会当透过这相片来分享吼，相信伊伫达时刻的生命内面，拢当经历着上帝的丰盛伫伊生命中。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咱的生命经历吼，伫咱的生命经历内面，你会选倒一张相片来形容咱甲上帝的关系？有可能是被背叛的上帝，有可能是拯救的上帝，是赐快乐的上帝。教导的上帝，还佫有甲咱同低靠哀靠的上帝，还佫有真侪讲袂了。所以当咱会当讲出哪来哪侪上帝形象的时阵，就表示咱伫达时刻，无共款的处境内面，无论是好是歹，也是你无习惯的环境，你感觉真困扰、真亚神的环境里内面，咱拢渴慕伊。渴慕上帝甲咱有关系，然后渴慕上帝帮助我，带咱经过这个困难。所以咱就会当拿伫生活中的每一天内面，遵守伊的诫命，来敬畏上帝。申命记第6章第50讲到，爱专心专情，爱尽心尽性尽力听上帝，听耶和华你的上帝。咱会通伫马太福音22章37甲38节，卖当看见，伊耶稣有讲起即节圣经节。伫遮咱卖当看见耶稣认为诫命内面第一大的也是重要的，就是爱尽心、尽性、尽力听耶和华上帝。所以尽心、尽性、尽力的意思是啥物？是用全部的心、全部的生命，佮全部的快乐来听上帝。当咱听见安尼的圣经节的时阵，毋知咱大家有啥物款的感受？这看起来敢若是伫要求的文字，但是却是上帝互咱一个会当甲伊连接的秘诀。那咱无用全部的听、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快乐来听伊的时阵，恐惊咱无说你着听别项的事来赢过听上帝。咱想象一个画面，就是若主讲上帝讲啊，我爱专心、全的生命、全部的快乐来听上帝。但是伫咱看会到的周围环境人事物，咱看会到是周围的人事物，所以当咱无抓了上帝互咱秘诀，专心专意、专力来听上帝的时阵，咱可能咱的目睭会受到影响，所以就听边仔的人事物来赢过听上帝，就失去了甲上帝相角行，然后失去了上帝所要赐予咱的福气。所以这个诫命看起来是一个要求。但是其实毋是咱所认为要求，是上帝互咱一个真好的方法，会当掠掉军队伊的方法甲秘诀，就伫遮。
所以敬畏上帝、遵守上帝诫命，除了第二节圣经有讲，是伊的百姓爱持守的，搁较是伊的子子孙孙所爱持守的。所以伊吩咐伊的百姓爱温困教导伊的囡仔。温困这个字伫原文有互伊真来吼，也是磨刀啊，迄磨，啊，搁一字就是深刻的。那亲像是讲一个工区，伊若常常会当维持真好的状态，当伊蹲去的时阵，咱就甲磨互来吼，互伊保持伫上好的状态。那你即个工区在工作的时阵，伊就会真好的效果，然后嘛有会当真确实达到目标。但是咱来想，即个温困啊，用伫人的顶面，啥物叫做深刻的意思呢？对伫人来讲，一个囡仔若伊学到的智慧、才华、才能，若会当好好记牢伫心内，然后甲伊行出来吼，哇！即个囡仔一定是，一定是会当活出一个真好的款式来啊！捌有一个囡仔，伊离开学头一工，返到厝的时阵，伊发觉伊无早课本，就无法度写回家功课吼。啊，伊妈妈就只好拜托老师讲：“老师，你帮我翕相，看要写啥物，啊传来，我再甲互囡仔来写呢。”所以暗时咧收册包的时阵，妈妈就提醒囡仔讲：“啊，放学爱去看一下，有检查啥物无安尼。”第二天开始，第二天吼，囡仔放学倒来啊，有早课本，但是无早簿啊，哇，惨要安怎写吼？这个妈妈就想着讲啊，就叫囡仔写伫白纸，去学校再甲搭伫簿仔顶悬。但是妈妈问讲：“囡仔，啊你今日等下有整理册包无？”吼，囡仔讲有啊。啊有啊，嘛是无查着吼。即个妈妈真无奈，想讲啊，要安怎？昨昏无查课本，今日无查簿啊，连工毋知佫无查啥吼。伊就找着厝里有一个真古水的草莓卡片，伊伫个卡片背后写讲会记你整理册包，然后甲这卡片放伫册包顶悬吼。伊毋茫即个囡仔当伊咧排册包，看到册包的时阵，看到即张卡片的时阵，伊就会提醒家己讲爱整理册包。就安尼过了一阵时间，有一天囡仔甲妈妈讲：“妈妈，这卡片锁啊断去啊。”妈妈讲：“无要紧，毋免阁绑啊，因为你安那，你会记哩啊。”有可能过一阵仔时间，嘛开始阁袂记早啥，袂记早啥，所以父母就安怎，爱阁温困吼，阁尽量阁一摆，互伊深刻会记得伊爱做的代志。这个咧是一个真简单的咧，袂记早物件吼。伫咱的细汉囝的成长过程中，相信豆仔来有真侪伊所爱做的挑战的事。也有可能伊会做毋到代志，吼，比如讲，渐渐大汉，伊可能为着逐种的原因，所以无说你讲了谎话，吼，伊可能无说你，伊看伊一个足爱物件，但是毋是伊的，可能就顺手牵羊，等可能有一寡的状况会发生，所以咱诚做家长的，咱就爱一届，互伊深刻知影，伊所爱行应该是安怎。伫囡仔成长过程中，相信爸爸妈妈看到囡仔的成长，会当主动做好代志，互人袂烦恼，有好的内在到外在表现，拢会感觉真安慰吼。所以咱就爱拍拼温困，去做囡仔的信用的性命，因为这会当帮助因诚做学习逐项的基础，以及动力。咱回想一个囡仔出世是伫啥物环境？伫厝里，
所以囡仔伫厝里，甲爸母也是甲厝里人做伙经历着上帝，是一个真重要的基础。那咧，咱想看觅伫即个环境内面，咱会当参加囡仔吼，做伙做啥物代志来培养因甲上帝的关系。牧师才有分享3点，头一点就是带领囡仔来听上帝的话，还是读圣经。第2项就是带囡仔伫生活中来经历看见上帝的恩典。第3项就是带囡仔用祈祷来到上帝的面前。相信这3项，可能大部分的还是因为大家拢知影，是讲牧师也无介绍什么特别的秘方吼，还是特别的什么秘诀，那会讲这3点这阮拢知影吼。但是这3点真正是真侪家长囡仔在带囡仔的时阵，真正是真重要的基础吼，也就是咱咧定根甲带囡仔定根伫上帝信仰生命里面真重要的3点，会当做会工课吼。比如讲，当囡仔伫婴仔的时阵，也是幼婴仔的时阵吼，咱会当选一首圣诗，伫陪伊困的时阵唱互伊听。还是当伊咧醒起来、咧佚佗的时阵嘛，唱互伊听，互伊生命一开始有一首圣诗陪伴伊吼。透过诗歌来明白、敬拜、敬畏上帝。咱若发觉讲唱一阵嘛了后，你会感觉迄囡仔啦，嘻嘻哈哈，会对着这发出的声音，会想要对着迄圣诗的 tempo 咧唱。渐渐伊开始讲话，伊真正会得咧唱哦。然了后，伊当唱完全首的歌，然后这首圣诗会成做伊逐工的帮赞。比如讲，伊真困较袂起时阵，伊当唱这首圣诗，唱咧，就经历了上帝的安稳，上帝陪伴伊，带伊真好路面。甚至是逐时刻的每一个时期，伊后盖生活中真重要的帮赞。然后伫生活中，咱会当用一点点仔时间，抱着囡仔的时阵，就甲伊讲今日感谢上帝的事，然后做伙献上感恩的祈祷，为着囡仔的成长来祈祷。当囡仔较大汉一岁仔，伊会当看一寡相片、看一寡字的时阵，咱会当读圣经的故事圣经故事互伊听吼。伫囡仔会当有一寡语言的表达的时阵，爸母嘛会当甲伊轮流来讲一件感谢上帝的事，然后带囡仔做伙祈祷感谢上帝，也为囡仔祈祝福。捌有一个儿童主日学的家长，当伊咧困进前，拢会甲囡仔来讲一件感恩的事。这位家长分享讲，当伊听到囡仔开始讲的内容吼，拢是感恩上帝，互我今日会当佚佗；感恩上帝，互我会当有饼通好食，拢是即种较物质的内容。到尾啊，转变做伊感谢上帝，享受互伊爸爸妈妈，享受互伊老师，阁享受有好同学，甚至伊尾啊会分享讲，感谢上帝有耶稣保护我，互我心内袂惊。转变到即种内心，阁有人际互动的内容的时阵，这位妈妈讲，伊就感动的。有时阵妈妈伤忝，无要带囡仔分享的时阵，囡仔嘛提醒妈妈讲，伊今日无讲感恩的事。捌有妈妈是正妈妈嘛真忝，捌有一届妈妈忝到吼，伊讲，咱做伙困啊，莫阁讲话啊。就甲囡仔讲，你家己祈祷就好啊。妈妈尾啊用目睭吼边仔小甲瞄者，看伊咧创啥吼。结果伊家己手合咧，家己咧祈祷。相信即个囡仔伫厝里，伊会当家己祈祷；伫外口拄着困难，无妈妈伫的时阵，伊家己嘛会向上帝来祈祷，按照上帝的教示来行。第5个疫情爆发的开始吼，真侪爸母甲囡仔做伙的时间足侪吼。伫
甲儿童主日学家长交谈的过程当中，听见真侪父母伫生活内面甲信仰真侪连结的真好的见证吼。牧师伫遮嘛，甲大家来分享。当疫情开始严重的时阵，真侪囡仔吼主动甲爸爸妈妈真迫切为着疫情来祈祷，望疫情会当紧紧稳落来。当新闻咧报道讲立陶宛即个国家捐疫苗予台湾的时阵，妈妈就带这囡仔来看地图啊，看讲立陶宛伫倒，因为互囡仔问讲，妈妈立陶宛是啥物国家伫倒吼，所以就做伙咧敲吹，然后囡仔嘛主动咧看台湾伫倒，对安尼囡仔就学了上帝奇妙的创造。嘛，因为疫情，妈妈无法度参加外地处理亲情长辈告别式，所以就甲妈妈做伙来为着亲族来祈祷。亲爱兄弟姊妹，咱当行伫上帝所吩咐的教示，就是温群教示咱的囡仔来敬畏上帝，来遵守伊的话。今日所读圣经在第7节讲到，无论伫厝里，还是行伫路里，休困的时、工作的时，拢爱不断来讲起即个诫命吼。意思是啥物？就是咱人规工所有的行动，拢会当讲起诫命。咱想看觅伫咱每一工的生活内面，咱是毋是会当真自然伫逐工生活内面，就随时甲上帝讲话？无论你咧做啥物大项代志、细项代志，是拄到啥物困难，还是真你欢喜，还是你真欢喜的时阵，咱是毋是会当伫生活中随时真自然地甲上帝来讲话？当咱甲上帝讲话、甲伊谈论的时阵，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甲伊讲话的时阵，相信当你甲伊开喙讲话，伊就会将伊所想事，互咱的智慧方法，互咱会当伫困难当中会当搬过困难，经验着上帝的带领。伫第8节甲第9节讲，就爱甲诫命绑伫手里，挂伫两蕊目睭的中央，写伫厝里的门槛甲大门顶。这是当时犹太人因将圣的经文放伫一个细细的皮包啊互伊当挂伫额头顶嘛当绑伫手里而且因阁甲经文放伫一个细盒啊，钉伫门槛顶悬。意思是讲，爱定定记伫上帝的诫命啊，定定记伫上帝的律法。所以当囡仔哪大的时阵，伫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项代志，拢是会当带领囡仔连接上帝、思想上帝的机会啊。所以每一工拢有真侪真好的机会来建立囡仔的信仰，建立因定定仰望上帝、敬畏上帝，甲遵守上帝的诫命。这看起来敢若是做伫囡仔身上的代志，但是当也落实伫咱家己的生活中的时阵，你嘛会看见你嘛会发现家己伫成长的欢喜啊当咱囡仔伫幼儿室牧师的宣告内容内面，有捌讲起讲，今仔日这幼儿的父母乡亲甲会众亲自做证，也着三角分担责任来培养因的信仰，直到因领受坚信礼。虽然伫咱的身边，也是伫教会内面，可能有一寡囡仔也无幼儿室。但是伫上帝大家庭内面，咱拢有份也有责任，做伙来建造囡仔的信仰使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有比囡仔较侪经历着上帝的帮助、甲拯救、甲丰盛的使命。邀请咱伫逐款的机会内面，当咱甲囡仔咧互动的时，咱关心因，关心因的生活，听因分享。也分享咱的信仰经验，互因会当彼此鼓励，互因行伫上帝的道路顶，去掉上帝，无离开上帝，
互咱的囡仔嘛当领受遮尔大丰盛的生命，遮尔大的福气。咱同心来祈祷。听阮主上帝，阮多谢你，多谢你遮尔听阮。主你也真喜爱阮，时时刻刻甲主你来三千军。无论是听看圣经，无论是对你来唱诗歌敬拜你，啊，甚至是阮伫生活中的大细项的代志，拢甲你讲，主啊，你真爱阮来亲近你。主，阮多谢你，当阮亲近你的时阵，主阮就对你来得到真大的帮赞、指示，也阁有互阮真大的智慧，通来面对生活中的代志。主，阮多谢你，你听阮，你也爱阮一世人拢跟对你。主，阮多谢你，阮要来一世人敬畏你，一世人无离开你，一世人行伫你的道路上。多谢你，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感谢菲律牧师的正道。咱续接，咱来唱圣诗，继续来敬拜上帝。圣诗414首，主里欧的学生，请起立。请坐。接着，咱来继续奉献。
请起立，三甲来祈祷。至圣的爸，主阮搁一摆献上感谢，你赏赐阮双连教会遮好的所在来敬拜，互阮实体礼拜当中深深感受到你赏赐迄个平安。主，阮也要定义来教导阮的囡仔，互阮的囡仔来认捌你，一世人跟缀你，诚做你好的同工。主，阮献上阮的淡薄，为着双连教会未来真济的事工来使用，由你接纳即个阮的所献，祝福阮，也互阮诚做祝福别人的人。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接着我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周报第4页，小会公告，经小会议决通过，伫个2021年10月24日，就是后礼拜。第2摆临时会员会议中，咱要来选举咱的长老改选。10月31日，就是后礼拜第3次临时会议中，要来举行执事的改选。所以踮遮要提醒各位，就是假设你因为工课的关系要出场，或者是你有无法度来的迄个重要的代志，请一定爱达交流咱的同工干事来请假，因为你的请假，互咱统计迄个人数的时阵会较准确，以便互咱即个会24甲31会当顺序的正会。麻烦各位兄弟姊妹大家配合，感谢。本会消息第一。疫情的期间，聚会的代志，请咱会当家己来看吼。感谢主，咱的政府控制甲真好，互咱慢慢会当放宽吼。过来，咱看第5面，本周特别事工。第一，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教会教育事工奉献的主日，所以咱拄啊有安排儿童合唱团水的献诗，呼吁兄弟共同为着咱长老教会主日学的教育、门徒的培育、灵性的生情、甲生命教育的事工来关心、带导甲奉献，并参与教会特级的主日学的事工。第二，本会定伫个今仔日下晡3點，要伫个即个所在10樓舉行咱教會洪秀清传道方牧以及廖慧茹牧师就任关怀牧师的感恩礼拜，请兄弟踊跃来参加。你若无法度来，嘛会当踮你厝里的线上直播会当来参加。咱掀开第6面，遗体关怀。本会会友洪英香姊妹的爸爸洪玉明兄弟，伫个10月11日安休主怀，要定伫个10月2日，即礼拜48點30分，伫高雄伊家己的厝体要来舉行公祭，請兄弟關心代禱，願上帝安慰遺族。其他事項咱會當家己來看。煞接咱請牧師來做介紹。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咱后礼拜是该要紧咱的长老的选举的日子。牧师伫遮爱甲大家报告，就是咱后礼拜4场礼拜合做一场来举行，伫10点所以咱这场都爱较提早10点就开始礼拜我这个时阵要来介绍咱这回的长老的候选人。我咧介绍的时阵，竞争会省略因为咱咧选举的时阵咱的选票顶面了有印编号甲姓名无相片但是等下牧师会补充报告，咱有克服的方法所以咱即马我咧介绍的时阵，我会将因的编号顺续介绍竞争省略。1号李时咧。2号郑敦林，3号黄正辉，4号张宏德，5号吴建贤，6号苏慕林，应该有相片7号叶翠丽，8号吕明雪。9号王清柳，10号颜珠玲，11号赖正聪，12号刘建良，13号吕淑玲。咱即摆换第2排第2排来头前14号吴景照，15号赵秀红，16号陈林辉，17号罗光芬，18号王大川，19号柯雅玲，20号蔡培峰。21号王文贤，22号吴静茹，23号王英昌，24号苏明元，25号张美基，26号赖尚辉。好，咱请候选人会当先出去咱这回用这个电脑的计票的方式来取代过去人工的计票方式，所以咱有一个宣传的影片，咱来看一下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10月24到31是咱双年教会重要的中级改选的日子，咱会伫这2个主日。4场礼拜合做一场，伫10点礼拜结束了后，举行会员合会来改选中级。以往咱使用传统的人工算票，合会时间会比较较长。今年社会决定使用电脑来算票，会节省真侪时间，互选举更加较紧完成。所以牧师伫遮要特别来大家说明安怎进行。期待大家配合，接着投票，竞选上帝要呼召的同工。首先，工作人员会将选票分发给大家，咱会用教会为大家准备的笔来点选。选票顶面有候选人的编号加姓名，咱会当参考对照搭伫每一张座位头前的候选人名单来点选。咱只要用笔。点伫要选的候选人的编号甲姓名中间的圆圈仔内底，请大家注意，长老上介济会当选20名，执事上介济会当选24名，请大家尽量选到足业，安尼会当加速完成的时间。执事的部分，除了小会提名名单以外，
大家如果认为有适合的人选无伫名单中间，也会当将你心目中的人选填写伫后面的格仔内底。但是总共选的人数袂当超过24人。搁一遍提醒大家，请大家用祈祷敬虔的心来行使投票权，共同选出合上帝心意的人。愿上帝赐福保守。搁一遍大家提醒吼，咱后礼拜就是另有一场礼拜10点开始举行吼。咱来的时阵吼，是在职的会员会伫报道处报道吼。即摆报道处可能会设伫1楼，然后可能设伫10楼，咱到时咱来到会就知影。报道了，伊会若在职的会员，伊会分一个名牌互你吼。咱就是用迄个名牌，等下要确定咱。选举的人数吼，投票的人数。搁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讲，请大家爱用教会到时会提供大家一支笔，吼，用迄支笔来选，莫用家己的笔，吼。选的真简单，就是迄个编号甲姓名中间有一个圆圈啊，咱用迄笔来画起去，吼，有做一个记号，安尼就会使。算票真紧，吼，毋免1秒就让算一张，所以咱差不多。咱预计12点进行，一定让完全完成这个选举。所以希望大家为着这件代志来祈祷，咱共同选出上帝要呼召的人。好，多谢。咱煞接请咱牧师来颁发奖学金。咱请有即个有申请奖学金，有会当领的人，请徛起来好无？咱在场的，请起立。大多数拢是学生啦，吼，来啊，吼。先来祈祷吼，互因伫学校诶表现，家己教会表现，拢会当真正会当荣光上帝。咱搁一面泡泡人多。谢谢你吼。咱无样大到咱为着伫工作上有拄着困难，也是要转正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吼，嘛为着咱教会圣囝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听谈阮的白上帝，主阮特别为着兄弟姊妹当中人若特别有咧转职找头路的人来祈祷。主阮知经过进前过6个月。可能伫阮兄弟姊妹诶工作顶面有受到一寡影响，主啊，特别为着遮有要转职诶人，特别伫即个时机，虽然人看起来是无定真好诶时机，但是主因需要有工课，主为着遮诶兄弟姊妹来向你来祈求，主你为因来开路，
带领因的脚步，互因会当顺利得到工课。主，你互因伫地上所服侍的，主你也祝福看过因的道路，因头前的工课。主也特别为着阮兄弟姊妹伫工作上，拄着挑战，拄着困难，也是工课有拄着困境的人来祈祷。愿主你信心赐互因智慧，互因看起来是困难，但是主你赐落智慧，互因当向前来迈进。主你也将赐互因身边有真侪的天使来帮助因，互因有谈判会当合作，会当突破。主，阮也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是家己开业的人来祈祷，愿主你保护看顾因，坚固因的工课，坚固因的店也是店面。主你保守因，将祝福赐落。主你也帮助因。前几个月虽然可能拄着困难，但是主你的稳定无离开。主你继续带领因的工作，主日日向前来进步，也向前得到主你的赏赐稳定。主愿多谢你，也特别为着教会或者细囝来向你来祈祷。主你信心赏赐，逐工甲因相甲伫地，赏赐互因有好的谈判，有属灵的谈判。主带领因行伫主你的稳定当中，无离开。主你也知，即阵仔是因咧找找人生的方向，也是咧学习搁较侪的材木的当中。但是主，愿你互因的学习是哪来哪好，但是主你也互因的学习是无离开主你的主你的信仰的道路。主，愿多谢你，互因所过的日子，得到人，也得到上帝主你的儿女。主愿多谢，也特别保守因的父母，互因父母搁较侪的耐心，疼心。虽然有当会忝的时阵，主你的信心加添，主你的气力也加添，保守因规个家庭会当有教育的气力、教育的智慧来带领细囝来成长。主，愿多谢你，愿主你稳定大大祝福伫教会每一个家庭。愿咱咧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续接上营，圣诗510首，俄罗天顶主宰，请起立。上营线请了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引带、保守，甲咱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下温，共受切恳。